到目前為止咧，呢場大火已經造成咗128名人士死亡，包括咗108名咧喺現場移送出嚟嘅一啲嘅遺體，另外有4名咧係喺送咗去醫院之後咧係喺醫院入邊咧去世嘅人士，亦都包括咗咧有16具係燒焦咗嘅遺體，而家仍然咧係喺大廈入邊嘅。另一方面咧，亦有人提到嗰個火警鐘，呢幾座大廈嘅火警鐘冇響到。喺呢方面，我哋昨天已經派出咗我哋防火組專責隊伍檢查咗8座大廈嘅消防系統嘅火警鐘，我哋發現咗佢係唔能夠有效咁操作。喺呢方面咧，我哋即將會採取執法行動。